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。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远驶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。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。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远驶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。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是的，主啊，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？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？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，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站立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，呼求你的恩典降临，呼求你的怜悯复辟。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。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，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。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远驶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
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神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来向我们的神欢呼，因为他是使我们得着救恩的神，他的救恩使我们得着盼望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拍手。他说：芥菜种的信心要将大山挪开，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。我们来宣告，在神没有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拍掌，把荣耀献给神，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这当中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在那个大水中开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。我们要来敬拜你，要来尊崇你。阿们。创造我的耶和华，是你救赎了我，帮助了我。你曾听我的名，呼召我坚定归依，永远属于你。创造我的救赎了我。
从火中醒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，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。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醒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。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神是每一天让我们可以用祷告来经历他的神，神是用他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向我们应许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虽然我们在水中，虽然我们在火中，但神你都要带领我们经过那个旷野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你那宝贝的儿女。我们再次用信心来说，我从水中经过，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。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醒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，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。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醒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。你在沧海中开道，大水中开路，你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我们是你的见证，你拣选的，看哪，心事将要成就。我们一起举手来向神说，你在沧海中开道，大水中开路，你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我们是你的见证，你拣选的，神啊，心事将要成就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。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醒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。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。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创造。主啊，你是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为你美好荣耀的创造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来侍奉你，我们要来听从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更多的认识你。主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。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，渴望爱我，每天与我同行。越认识你，越深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的喜乐满足。不停地叩门，渴
生之愿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。一生之愿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奔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舍命，爱我的救主，我真渴慕遇见你。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奔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舍命，爱我的救主，我真渴慕遇见你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。一生之愿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深深的敬拜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哈利路亚！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你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位你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深深的拉住你的每一个你的孩子，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过去一个礼拜，让我们在我们任何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。也谢谢你供应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，吃喝穿用。你让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够用，而且是有余。我们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天7天的头一天，我们的心就被神你来深深的吸引。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贵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被神你来吸引。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边，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，用我们的心来遇见你，来敬拜你。谢谢主，愿神你亲自的在今天的这个33号2楼的礼拜堂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遇见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渴望来遇见你，被神触摸的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奉献是，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。
的父上帝，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往的日子有满满的平安，而且在这寒冷的季节里，你能让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以及强健的体魄，能够在你的圣殿里雀跃地敬拜赞美您。为此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也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前面引领，坚定地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现在我们奉献金钱作为教会事工的用途，恳求上帝接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《申命记》6章24节。来，华语我们一起来。后来，上主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法律，敬畏他。如果我们听从，他就时常保佑我们，使我们兴盛。再一次来。后来，上主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法律，敬畏他。如果我们听从，他就时常保佑我们，使我们兴盛。申命记6章24节。好，那我来报告。那敬拜部门华会小组的定期会在今天的主日，在402教室1点。好，请小组员要记得来参加，出席。啊，侍奉部门志工队第一次的干部会议也是一样，今天的主日下午1点，在49号401教室，请新任的志工干部都要准时来出席。啊，然后一样侍奉部的报告，友爱基金春节的慰问金。请小组长主动的去发掘有需要的组员，帮他们填写申请表，然后请记得在1月31号以前交到干事室。那这个是可以好好利用的，我们可以去关心我们的小组员，我觉得主动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再来就是牧养部的会议，牧养同工的会议在下主日1月18号的1点，在401教室，请各牧区的长老、区长、小组长都要出席。第一次的会议很重要哦。好，青年牧区在这个礼拜6的晚上1月17号有邀请那个永光教会，那是永和的永光教会周亚伦传道，他来分享。他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敬拜方面的啊，因为教会在今年在无论是祷告会或者是青年礼拜，会很着重在于敬拜上面，所以我们有邀请这个周亚伦传道，他会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，欢迎一起来参加。他是1月21号的周3的祷告会，还也会有这个永光教会的另一个团队的人来到这边哦，一个周牧师，我忘记了，是周亚伦传道的爸爸，他也会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周信荣牧师，他会跟我们一起分享，在祷告当中，在敬拜当中如何去遇见神。好，再来就是教界的消息哦，三峡教会要建堂，他要牧养那个建堂基金哈，所以他有那个大碗公的油饭哈，这在三峡很出名哈。上次我们那个60周年在那个讨小的时候，我们吃的那个油饭，就是这个大碗公油饭哈。那如果要登记要购买的哈，那请记得在1月20号礼拜2以前截止哈，到干事室去登记，而且要记得要缴费哈，不是只有登记哈，还要缴费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要为了1月的寿星来庆生哈，我们请1月份的寿星，我们请起立好吗？来，1月份的寿星在周报上面有，在周报上面有1月份的寿星哦。好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来唱歌来祝福他们哦。请来到前面好吗？等一下我们要来，请来到前面1月份的生日的寿星来到前面来，我们招待引导他们来到前面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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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46、8、14。
12，刚好也是12位，然后还加上牧师娘。好，我们台语礼拜有12位，华语礼拜也有12位。好，那我们在周报上面有61位在1月生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，来为他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在2026年的第2个主日，来为这个月出生的弟兄姐妹们，为他们来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感谢你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家人，也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肢体。我们在这边为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年岁智慧都要增长，并且得到神所喜爱的心，还有众人喜爱的心，也都能够一起来增长。愿神也祝福这些的弟兄姐妹们，使他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使他们手所做的一切都亨通顺利，有神来兼顾。也求你祝福在他们的身心灵和家庭，也让他们能够领人归主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来宣扬福音，直到地极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、祷告、祈求、祝福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回座。好，我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来宾。好，第一位是江玉婷姐妹。好，江玉婷姐妹坐在那边，我们起立，我们来欢迎她。她是住在龟山万寿路那边哈，他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欢迎她，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。好，她的姐姐，我刚刚她的姐姐是那个慈光长老教会的长老。那他之前也有来到我们这边但以理上课，所以他就介绍他妹妹来到这边聚会。好，我们欢迎他。好，还有2位哈，一位是那个严长老介绍来的哈，一位是住在中立的许秋华姐妹。我们欢迎她住在中立。然后还有一位是一起来的哈，是住在桃园市中正路，叫做王拍谁写的？王敦宏哦，我们欢迎他，我们2位一起欢迎。我们欢迎2位，好，请坐。要几位长老补充一下？补充一下，几位长老，报国姐，这2位是这上面写介绍人是那个严董。就是我的客户哈，就是他是家居工会的理事长，他的朋友带他来信主，所以他是第一次踏进这个教会，所以说我们欢迎他们来到。好，我们欢迎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《申命记》6章4到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就几节而已呗。来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留心听，上主是我们的上帝，唯有他是上主。你们要全心、全情、全力爱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今天我要向你们颁布的诫命，你们要放在心里，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。无论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，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。你们要把这诫命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，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。好，再来我们要请陈柏志牧师、主任牧师来为我们分享迦南地之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还是在新的一年开始啊，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说，新的一年，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新的一年，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好，那你觉得今年过得精彩不精彩呢？好，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，好，才开始，今天是11号111啊。2026年开始第11天呢，就已经有很多超越2025年好的新闻或是新的事情发生。好，我觉得比2025年一开始的刚开始呢还精彩。好，除了我们的股票呢，好，已经到几点了？3万哦，3万点哈，这个真的是才刚开年的第1周而已。然后呢，在国际上呢，好也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。好，就是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呢，治理了20几年啊。好，那他
可以说把这个国家当作是自己的口袋啊，好这样子的来这个囊中物。好，可是呢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居然呢被美国派特遣部队把它带走了，把它带走了。好，所以是震惊世界。好，这个世界的局势呢变化非常的快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更加的警醒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是只有上帝的话永不改变，同时还有上帝的旨意是到永恒。所以上帝，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旧约、新约，再看到今天的世代，再看到将来的世代，可以让我们知道神他所创造这世界，以及他将来所要做的各样的事情。也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要谨慎警醒，因为我们若没有谨慎警醒，我们不晓得上帝在这世界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想的跟上帝要做的是相反的时候，反而我们会更加的辛苦。但是当我们明白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我们的日子、我们的生活，每一天都很轻松，因为你好像在顺水、顺风中在前进，就好像牧师去年底跟今年初骑脚踏车去环台募款，我们这样从北部顺时钟骑下去的时候，骑东部的时候是东北季风顺风，所以那一段路呢，你骑起来怎样？特别的轻松，哇！就是虽然是骑苏花公路上上下下，可是那个风在吹。有时候呢，我们骑到台东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不用踩，这个就风一直在把你往前推，哇，好轻松。可是，一过了垦丁车程北上之后，就开始发现，哇，你是怎么样逆风，跟这个风呢迎面而来。所以即便是平路，像我们走那个台61线、台17线、台19线，在那个西滨靠海边的地方，到了深港，哇，那个路这么平，可是你要花更大的力气，才能够前进，因为逆风。同样，读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风到底往哪边吹。你的人生应该怎么安排，怎么走，你才能够更加的轻省，而不用花了事倍功半。你花了一大半的力气还有努力，可是最后你发现你所得到、你所成就的，在圣经当中怎么只有一小点，而是事半功倍，因为你抓住圣经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也要祝福大家，能够在新的一年领受上帝的话，让上帝的话使你2026年都能够顺风一整年。跟你旁边说，领受上帝的话，2026顺风一整年。领受上帝的话，2026顺风一整年。在犹太人他们古老的信仰当中，他们每一个年、每一个节、固定的节期、月份都有特定的经文。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，他们只有读旧约。圣经当中，他们只有一段的圣经是每一天都要读的。有的是说早晚，有的说是早晚3次，至少读2次，有的读3次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叫做 Shema。我们说一次 Shema。Shema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就是听，你要专心来听，要专注的听。Shema 呢，这个经文呢，在圣经出现3次。今天我们所读的是其中一段，《申命记》6章4到5节，请大家来读一次，请。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同样的经文出现在《申命记》的11章，还有《民数记》的15章，讲了3次。这3段的经文的内容大同小异，但是呢，犹太人他们每一天至少要读2次，每一天都要读2次，所以这个叫做 Shema。Shema 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听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上礼拜牧师有分享，牧师娘的阿嬷，她年纪99岁的时候，她不识字，没有去上学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要帮家里面去。但是要去放牛，所以他都没有机会去上学。可是他听来的、听到的，就变成他所的记忆。所以到他90几岁的时候，他还可以记得他很多的事情，他人生所学习到的是透过听。
上礼拜我们也分享说，爱神的核心有4个动作，这4个动作在申命记4章1节，我们把那4个字来念出来，请听、行、活、录，就是你要听上帝的话，然后要听了要去遵行，遵行之后就是成为我们的生活，最后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样的祝福，进入上帝所预备的迦南美地。我们教会叫做迦南教会，好，也是引用圣经的概念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像要来到上帝给我们一个流奶与蜜祝福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爱神的核心哦。Shema 好，不是只有读圣经 ，Shema 是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希伯来文要从右边读到左边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叫做 Shema， 我们再念一次 Shema， 好，在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呢就是你要 pay attention， 好，你要 listen， 你要注意，你要专心听。在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好，你会写赖给他，还是会对他讲话？因为你写赖给他，他看懂吗？看不懂。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一定是用你的嘴巴跟他说话。好，在我们的育婴室那边有很多的小 baby， 好，这些爸爸妈妈在照顾他们的时候，好，他们不可能写纸条给他，或是留言给他，一定是直接对他说话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，包括你认识神，也是从听开始。所以，你因为听爸爸妈妈对你所说的话，你就跟爸爸妈妈有联系、有情感、有感情。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能寻骂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主所造的。就是我们的耳朵，上帝造我们的五官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耳、口。好，这一些的五官，唯一不能关掉的是哪一个？耳朵。眼睛可不可以闭起来？嘴巴可不可以闭起来？鼻子可不可以憋气不呼吸？耳朵可不可以闭起来？把你的耳朵闭起来，闭不起来。因为我们的耳朵是24小时，好，一辈子都开的，好，甚至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人在死后最后停的器官是哪一个？耳朵听力，好，所以人在死之后，你跟他讲的话，他还可以听。所以从出生在胚胎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对他讲话，他听得到吗？他也可以听得到，好，甚至妈妈的情绪也可以感受得到。听Shema是上帝给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接收器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不是只有用眼睛去看，我们不是只有用嘴巴去说，更重要的爱神的核心是听行，然后呢活录。所以从什么开始？从听来开始。在雅各有4个老婆12个妻子当中呢，老婆在生儿子比赛，好，然后呢生到了第2轮，好，这个大老婆生完之后，好，停经了，不能再生了。结果呢换这个二老婆叫她的婢女来生孩子，好，所以这个大老婆感觉失宠了，所以她跟上帝祷告，让她可以再生孩子。就她怀孕了生了这个老五的时候呢，好，她就说主许骂了我的祷告，好，许骂了我的失宠，好，她的老公都不疼她不爱她了，好，因为她的其他的老婆都有小孩，所以许骂好叫做在圣经叫做西缅，好西缅，在英文叫做 Simon， 好 Simon，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没有朋友的英文名字叫做 Simon？Simon 的意思就是从希伯来文来的，就是听的意思，听的意思。在诗篇当中，诗人也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许骂我的呼求，求你恩待我，应允我。”就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，因为我们听上帝，上帝也会听我们，如同圣经说。主听他羊的声音，他的羊也听主的声音。在上帝所有的子民当中，上帝最爱哪一个呢？出埃及记的19章这样子说：你好，上帝说，你若完全的许骂我，就在万民中做我宝贵的子民。上帝的儿女有这么多，从古到今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第一个人亚当到今天。可是上帝最宝贵的子民是谁呢？就是这些愿意用耳朵去听上帝的话。我们在做
现在生的孩子都越来越少了。好，那但是如果像在早期，好，或是我们的父执辈，好，更上一代，他们生5个6个是平常，好，生一打是刚好这样子。好，那但是生这么多的小孩，你会发现爸爸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？老大，有人说老幺，好，有人说听话的孩子。好，这个爸爸妈妈呢，好，有这么多的孩子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这个不听话的是爸爸妈妈最担心的。可是那个愿意听话的孩子呢，在父母亲的心中呢，好，是有一个地位。神说，我们若要，神说我们要许嘛，就是要听。当我们成为听话的儿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成为神宝贵的子民，就能够听行活路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进入迦南地，好，有3把钥匙。这3把钥匙叫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这3把钥匙就是让我们能够找到进入迦南美地的门，而且还能够用我们的钥匙去打开它。所以这3把钥匙都非常的重要。首先，第一把钥匙叫做尽心。什么是尽心呢？就是全部的心。讲到心，我们会讲到我们的心脏。可是心呢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做 levav。好，我们来说一次 levav。好，一样从右边读到左边。好 ，levav。levav 这个字呢，在犹太人当中，它不是只有指心脏，因为犹太人那时候他们也没有解剖学，也没有现代的医学科学。心，好 ，levav 这个字呢，很广泛的，好，运用在你心里面的世界。包括你的思想，包括你的情感，包括你所做出来的决定，还有你最后你用心。好，像我们这边有琼元老师，好，他是一个艺术创作者，他要创作的时候用心，好，或是我们有这个音乐的，我们有这个做设计的，你用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心就是这个 levav， 所以它代表我们的思想，代表我们的情感，代表我们的选择，代表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好身体去做的事情。所以 Shema， 好，当我们听见上帝的话，心就是第一个容器，把听到的话装起来。好，上帝的话好像过去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去捡拾玛纳，好，他们在旷野活了40年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他们吃了玛纳就可以活40年，没有人饿死。也没有人是衣服破掉，也没有人鞋子破掉。上帝与他们同在。可是你把上帝的话听到之后，你要装在哪里？就是这个 levav， 就是第一个容器。可是，在圣经当中，上帝形容那时候的百姓的心，听了上帝的话没有反应。上帝不断对他们说话，可是他们没有装起来，没有用 levav， 他们反而是怎样？左耳进右耳出，好，上帝怎么说，他一点回应都没有。所以上帝说，这样的心是一种实心，就是石头做的心。就是你有没有跟石头说过话？你跟石头说话，他不会回你。你跟人讲话，你跟宠物讲话，他会回应。可是你跟石头说话，他一点回应都没有。上帝就形容说，百姓的心，人民的心，就是听了。耳朵发沉，好，耳朵蒙油，然后呢，两耳发沉，好，就是心蒙了油脂，没有办法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先知耶利米说，上帝要除去我们的实心，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，就是把我们那个石头的心除去，让我们本来对上帝的话没有回应的，可是呢，我们会有回应，恢复原来的肉心。我们教会在今年开始去年就有推动做这个灵修笔记。那在过去这个礼拜3的祷告会当中，台语礼拜第1区的区长分享长老，他有做见证分享，他很努力的写了1整年的灵修笔记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怎么样子的花很多的心思、很多的时间、很多的努力，以及最后他所完成这个1年的灵修笔记之后，他所得到的学习成长还有收获，我会鼓励大家可以
回去看我们的周三祷告会的重播，好，可以听这一段的见证和分享。我觉得好，这会成为你非常美好的祝福和礼物啊！好，分享长老好已经70岁，好，他说他70岁好70岁好第一次完成这个灵修的笔记1年，好，而且呢好他也当了长老也很长的时间哦。我也鼓励我们在座当中，如果你还没有70岁，好，你可以比分享长老更早完成，好，因为今天是1月11号，好，只有1年开始的11天，就算你前面10天都还没有写，好，你今天花1个小时的时间，好，就可以完成。但是如果你推的越多呢，好，你就越往后面，好，你可能要明年、后年、5年、10年，或是像分享长老之后，好，到了70岁的时候，好，你才有这个时间去完成。但是当你越早去开始用你的心去领受上帝的话，寻骂，这会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你的容器。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金句，它会让你凡事亨通，事事顺利。好，就是能够我们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心是第一把钥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听上帝的话，好，去回应上帝的话。第2把钥匙叫做尽信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信这个字呢，不是指性别，是指我们全部的性命。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它叫做 nefesh。我们来请大家说一次 nefesh。nefesh 这个字呢，有的把它翻成灵魂。所以你会从英文的圣经当中读到，尽你的 soul， 用你的灵魂爱上帝。但是 nefesh 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人、犹太人的用法，它不是只有指灵魂这件事情，它还指生命，还指身体，还指性命，身心灵，都在这上面当中。所以呢，它的意思是指活着的，是肉身的存在。而且是指是有气息的，就好像上帝造了第1个人亚当，在他的鼻子里面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 nefesh， 所以叫做有灵的活人。请问我们的手机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。可是我们好像每一天呢，都需要一个会死的手机来告诉我们每一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透过手机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讯息。如果哪一天你的手机没有电了，你的手机就怎样？就知道它是一个死的，它没有失去这些的function，失去这些的功能。有一天我们的手机如果没有讯号、没有网络，虽然电是100%，可是它完全不能function的时候，这个手机还是死的。可是我们的人很特别，我们的人是有 nefesh， 所以同样上帝的话读圣经，一模一样的话，一模一样的话，什么？你讲给人听，跟讲给手机听，谁会有反应？手机会不会有反应？不会，他可能会说 Siri， 嗨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？但是呢，还是他需要人告诉他。同样的话，什么？你讲给人听，跟讲给你们家的宠物小猫、小狗听，谁会有反应？人会有反应。为什么上帝的话到人的里面有反应，可是到其他的动物园里面的各样的动物，天空飞的鸟、海里的鱼，他们可以听，可是却没有反应？原因在于人里面有这个 nefesh。所以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成为人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接收器。上帝的话什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？第二个就是我们有灵，我们有这个灵魂，我们有意念，我们有这个存在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话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你有 nefesh。你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你有 nefesh。你是活着的。如果你断气了，你的生命停止了，那个 nefesh，圣经说上帝就把它收回去。
所以从你出生，妈妈的肚子出生来到世上，好，你开始呼吸，好，你知道在妈妈肚子里面是住在羊水里面，要不要呼吸？啊，要。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呼吸，你就会窒息，就会呛到了。你是在羊水里面不用呼吸，可是一生出来之后，第一口呼吸要怎么办？你要把它倒过来，然后卡声的扒了，他就开始哇大哭。哭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那个 nefesh 就开始在你的身上，到你最后年纪老了，年纪大了，好，你最后那个要断气前，最后吐出去那口气，那个气没有像我这么长呢？好，不过好像那个阿圣兄，好秀芝姐的先生阮阿圣兄，他从医院呢，好说他要回家，好，他要回到他山上，他把他身上的呼吸器都拔掉，然后要求要回到山上。回到山上呢，然后在他的床上呢躺着，最后呢他的最后一口气好就呼吸完了，哇，那个 nefesh 上帝就把它收回去，就只剩下这个身体，剩下这个 body。所以今天你照镜子，哇，你觉得你面色红润，觉得你眼睛看起来炯炯有神，觉得你的头发光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那个 nefesh。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个 nefesh 好上帝收回去之后，我们的眼睛就再也不会炯炯有神，头发再也不会发光，我们的皮肤再也不会吹弹可破，我们的血液也不会再循环，因为那个灵、那个魂、那个气息，上帝收走了。Shema 就是上帝在喂养我们的灵魂 ，Shema 就是上帝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滋润，得到饱足。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先知阿摩斯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可是他们的心已经变成石头。上帝说了又再说，又再说，他们一点感动都没有。在我们的灵修笔记的设计当中，有5个动作。就是透过每一天所写的这个灵修笔记，每一天呢5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要读经文，把今天我们的经文的进度会写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挑金句，你读到这些经文当中，哪一句话是你的Shema，你听见了上帝要给你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。第3个就是你的心Levav，写感受。你的心或是你的思想，把上帝的话做了什么样的回应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。再来就是今日事，今天你要怎么去 nefesh 活，你要怎么活。最后就是你的祷告今日必，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今天的事情，或是你已经完成要向神所献的感恩了。有人反映说这个格子太少了，或是写不够，所以还有人说他买2本，他买这个我也没想过写2本，或是有人再另外再夹1本。不管怎么样，有的人觉得太少，但有人说格子太多了，我怎么一下就写完了，都没有关系。不过重点是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，让你学习去听上帝的话。那像牧师会把这后面的4件事情，金句、感受、今日事、今日必，我用4个颜色的笔这样子写，用4支颜色的不同的颜色的笔来写，这样我就不用去画格子，就可以去区分。爱上帝，第一个是要尽心，第二个是要尽性，而这个性不是性别，是你的性命，就是用你还能够呼吸的时候，你要来爱上帝。第3就是要尽力来爱神啊，尽力来爱神。尽力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力量，在希伯来文叫做 meod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。好，一样那个上面的希伯来文字要从右边读到左边 meod。meod 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名词力量、力气，不是。这个 meod 这个字很特别，这个字呢，它不是指某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副词，就是这件事情呢，非常的。或是极其的，或是很多的，或是一个极限的。所以上帝创造第一天看作是好的，第2天是好的，到了创造的第6天，
上帝就 מאוד מאוד，两个 מאוד就是翻成甚好。上帝创造这整个世界都完成了 מאוד מאוד甚好，这个叫做尽力，尽力。所以你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么样子的 perfect， 这样的美好，我们的地球的倾斜角度是有一个角度，好，让我们能够有春夏秋冬。好，如果我们地球是90度的旋转，我们就没有春夏秋冬，好，就只有夏冬。可是因为有一个倾斜的角度，所以我们能够有4季的变化，365天好的自转、公转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整个宇宙的星系。因为上帝מאוד מאוד就是极其用心的在创造这个世界。同样这个字呢，我们要去爱上帝，你可以好极其的欢喜，极其的猛烈，极其的好。有时候你的这个极其的愤怒，耶稣为圣殿大发热心，也是极其的愤怒。这个极就是在你所存放的心所听见的许骂，你所做出的回应呢，是用力的，是用尽你的力气的全部的力量，全部的力量。所以在מאוד的这一个字呢，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有温度的，是有力度的，是有力量的。有的人信仰的力量是用他每个礼拜天，不管刮风下雨都来做礼拜。好像这次牧师骑脚踏车环岛，到了台东太麻里，在太麻里的教会，伯雄牧师也分享说，他们以前太麻里的信徒呢，没有自己的教会，他们要做礼拜，他们要从太麻里走到台东，开车大概半小时20几分钟可以到，走路要走多久？大概要走2-3个小时。他说呢，还不是走什么台9线平路公路，他们都要过到什么溪就要涉溪，然后那河水暴涨的话，他们还要再往上游去，然后穿过去，再过来，然后再继续走到台东。有时候都是天还没有亮就出门要去做礼拜。不是只有在台东，在台湾早期很多交通不便，包括马街牧师。小时候他要去他的教会做礼拜，我有去看过左拉村，他要去做礼拜，但真的要走有够远。那加拿大多伦多那么大的地方，那么走那么远的地方，但是他们是尽力，真的要去爱上帝，要去寻嘛，去听上帝的话，他们是付代价，甚至像台湾的也很多，在台南的太平径啊，在台南的这个木栅山区啊，左镇。他们要出门做礼拜，还要背什么？背背包啊！那时候没有背包，要带一个扁担。扁担呢，前面要挑锅子，后面还要挑柴，然后呢，还要带着一些他们要煮饭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做礼拜不是自备爱餐，因为他们走到肚子饿了，他们要在路上起火，要煮东西吃。他们没有什么 7-Eleven， 先去买杯咖啡，然后再去做礼拜。那我家后。尽力爱上帝是要付代价。今天你在这边做礼拜，我也相信你有付了代价，只是跟以前的人来比，我们的代价真的不算什么。可是呢，今天的反而做礼拜很方便，开车、轿车、坐公车，然后呢，在路上还有早餐店，教会旁边还有各样的，你要喝什么咖啡都有。然后呢，爱餐你也不用带碗，也不用带筷子。可是大家呢？没有来回应，没有尽力，反而我在家里面看直播就好了。有的长辈天气冷，会在家看直播。有时候我再睡饱一点，年轻人我礼拜天睡饱一点，我在晚上再看重播就好了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选择。可是，当你听见了上帝的话，寻嘛，你想到上帝创造世界，上帝也说好，那我再偷懒一下。这个地球我就稍微完成90% 就好了。这个地球我就把它有做就好了。我们今天所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是完整的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מאוד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
被后来翻成叫 dunamis， dunamis 就指的是力量，指的是能力。在罗马书第1章16节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那个大能就是像炸药一样的这种爆炸性的力量，就是这个字 dunamis。上帝要我们拿出力量来爱他。在圣经的启示录有7间教会，其中有一间教会叫做老底嘉。上帝说，你既不冷也不热，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，没有温度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巴不得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我不是要喝冰的，不是冰咖啡，也不是热咖啡，喝起来一个没有滋味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没有 old， 没有尽力，就算你听了上帝的话，可是在上帝品尝起来，我们是一个没有温度、没有滋味的基督徒。只有我们要一个 dunamis， 一个炸药性、爆炸性的回应，把上帝的话，今天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来，这就成为我们尽力去爱上帝的一个钥匙，第3把钥匙。最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呢 ，dunamis， 它也可以翻成财富。耶稣说：“你的财富财宝在哪里？”然后呢，我们的什么心就在那里。好，我现在当父母亲，好，当爸爸也20几年，好，然后呢，越这种感觉，教小孩子怎么教最快，发钱教最快，好，给他零用钱的时候讲的话，他都怎样？他都会听。平常没有要发零用钱，没有要给钱的时候，讲的话他怎样？好，有没有在听？你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听。好，不要说别人，说我自己。啊，牧师娘最常对我说的话，我说：“这个事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这样说，有啊，昨天就跟你讲了啊。说真的吗？你有跟我讲吗？因为他在讲的时候，我在做其他的事情。好，他在讲的时候，我可能头脑在想其他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专心听，以至于呢，你确定你有讲这个话？啊，说有，他有讲。后来，好像真的有讲，好，只好自己又默默的摸着鼻子，好，又把话又吞回去，这样子。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好，有时候就像你听你老板，谁发薪水给你，好，那个人的话，好，有时候老板为什么讲的话都会专心听，因为你的财宝就在那里，你的心就会专注在那里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的老板发给你的薪水，还没有上帝发给你的多。上帝发的薪水比我们老板发的还多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，你就会看见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。dunamis meo 这个字，你要尽力，就好像上帝才是我们的大老板，他才是那个真正给我们有能力去这个箴言说获得财物的力量，也是上帝所给我们。你能够有智慧、有聪明，能够开公司，能够赚钱，能够营运，这个力量也是神所给你的。上礼拜牧师有分享，在我们骑脚踏车环岛募款的当中，有一对父子，这个爸爸呢，是16家企业的董事长，16家当中有12家上市上柜。这对父子呢，让我第一次印象深刻，就是他们第一次来参加行前的说明啊，这些的时候呢，爸爸来，儿子一直跟在爸爸的旁边，然后呢，这个爸爸说什么，这个儿子呢，都会随时准备个笔记本，爸爸说的他就会复述，会回应。后来我发现说，他们不是父子关系，还是董事长跟这个总经理，这个儿子有2家公司，都是2家的总经理。可是我这个15天跟他们一起生活下来，看到说，这对父子，真的爸爸讲的每一句话，儿子都很认真的听，很认真的回应。我也蛮羡慕的，因为我儿子不会这样子他不会你跟他讲话好，马上记下来，马上写，马上做，然后呢，爸爸说的马上就去执行。今天这样的孝子呢，很难找过去还会，过去的孝子很多，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打，都会管，都会很严，所以你都不敢去违背。看到爸爸跟他看到
我是讲看到皇帝，看到皇帝一样，你说看到鬼啊？不过我也是很怕我的爸爸，好，我爸爸讲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。好，囡仔人有耳无嘴哈，你别再引，不能够去顶嘴啊。好，可是现在小孩子不一样啊，你讲一句，他讲3句，好，你教他道理，他教你更多，哈，讲整篇的道理给你听。可是呢，财富这件事情，还是会让人的心被抓住，就好像你养的猫、狗，你给它东西吃。再凶的狗，好，你只要拿出好吃的东西，它就怎样对你怎么样，就开始摇尾巴。那个猫，好，再怎么样臭屁，好，你开了个罐头给它，它也会开始黏在你的身上来巴结你一样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你的神这件事情，代表说我们要用我们的 levav， 我们的心思，把shema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面。尽性就是要用我们所有的呼吸 nefesh， 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的话，来爱他。尽力也代表我们要 meod， 不是只有冷冰冰的不冷不热，而是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加上我们的意志贯彻，要去这样子做，一定要去遵行，打死不退的精神。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3把钥匙，这3把钥匙通通收集起来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合起来叫做爱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要爱神，不是只有挂在嘴巴上面说啊，刚才这首诗歌，等一下我们会再唱的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爱你，不是只有嘴巴说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虽然有的老婆、有的妻子、有的姐妹很需要她的老公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可是呢，这个不是只有嘴巴上的，有没有尽心？有没有尽性？有没有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呢？爱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ahava， 我们请念一次 ahava， ahava。好，这个希伯来文一样，从右边读到左边 ahavav。这个爱的意思呢，是从 shema 听见之后所回应出来的，回应出来的一种对上帝的一种各样的态度和表现，包括从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这3个合起来叫做 ahavav。所以在新约当中，有一群经学士来问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圣经有这么多的诫命，哪一条是最大的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怎样？爱人如己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这2条诫命就是先知律法道理的总纲，就是爱 ahavav 这个动作呢，不是只有挂在口里面，是从耳朵听见开始，经过我们的脑到我们的心，再通过我们的呼吸身体出去，再加上我们的一生所加添的力气 meod， 这样子成就出来。所以你想说爱上帝很简单，只要做某件事情叫爱上帝，没有。爱上帝是用你的一生，用你的全身，用你的所有来爱，这才叫做爱上帝。在新约约翰一书说，我们去年底刚读完的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只能够去活出一个爱神爱人，是因为我们shema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像神一样的去爱别人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你会有一个感受说，在教会的人都很和善，在教会的人都很有爱心，在教会的人大家都很愿意这个礼让，跟社会上的竞争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都在学习神的爱，都因为我们先被神所爱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去爱人。shema这件事情6节7节
今日吩咐你对不起，再是1到4节，好，你要听。但是后面6节到9节呢，告诉我们爱神要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4件事情。我们先来读第6节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，都要记在心上。所以你听到，到这边谢谢。你听了上帝的话，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？要记在心上。你不要左耳进右耳出，或是比如像那个小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所以爸爸妈妈要一直讲给他听，最后他还说我知道了知道了，可是他因为没有记在心上，还嫌爸爸妈妈唠叨。同样圣经的话，上帝其实只要说一次就好，是因为人有没有真正的用心听？用心听，你只要听一次就够了。没有用心听，讲100次，上帝还会继续再讲101次。第一个你要记在心上，第二个在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走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吟诵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。你把上帝的话听到了，你还要让你的儿女也能够知道。你有没有去教你的孩子读圣经呢？你有没有把你所听到的话交给你的孩子呢？还是说你买一本圣经送给他，你买一台 iPad 送给他？这个 iPad 我帮你下载圣经软体，你自己去读。不是，殷勤教导就是你要花时间花功夫教他认识听读上帝的话。这件事情我要很感谢，就是说在 COVID-19 疫情的当中，有8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都在家里面没有出门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美国。在那8个月没有出门当中呢，因为那时候也是年初，所以年初呢，我就有帮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买了一本这个笔记本，那就利用那8个月的时间呢，我们每一天晚饭之后呢，就会在家里面读一段圣经，读完之后呢，就会请大家写，每个都写小朋友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，不会写就要用画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分享，然后再一起祷告，有这个8个月的甜蜜时光啊。这8个月呢，后来的3个小孩当中，有一个小孩一直继续写，写到现在，写到现在还有再写，这是需要花代价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家的另外一个小孩呢，他说他去年他也写完了1整年的灵修笔记，他也完成了1整年，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他也完成这件事情，不是他这个睡觉睡一睡，或是他自己想到就会去做，你需要付代价，就是你要以身作则，你要自己要先写，或是你要自己要先帮你的孩子准备一本，鼓励他。我觉得呢，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。如果你完成了1年的灵修笔记，爸爸呢就送你1包红包，妈妈呢就买一台摩托车给你，或是呢你要一台明年的 iPhone 18呢，我就帮你换手机。这个我讲下去，这个爸爸妈妈回来等一下会抗议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给他们一些诱因，这些会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祝福。就好像我高中的时候想要买一台单眼相机，那个单眼相机要2万多块，买不起。可是我妈妈呢，她就给我一张表格，说她先帮我买。然后那个表格就是我要做家事，总共有几十格这样，每一天做完就可以画1格。画完之后呢，我就不用拿钱给她，那台相机就是我的。哇！所以呢，结果没有想到那台相机后来被偷走了。可是呢，做家事变成我的习惯，变成我的习惯。我觉得我得到的不是那台相机，得到的是一个做家事的习惯。同样的，你送你孩子，祝福你的孩子，殷勤教导他，甚至让他都可以吟诵，让上帝的话好像旋律，好像诗歌，好像在他的生活当中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棒的诗歌，牧师每次讲到都会挑选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，因为这些诗歌、这些歌词、这些旋律，跟我们的经文、跟上帝的话、跟上帝的心意，是可以进入我们的心，成为shema，可以在我们的 leva， 在我们的心中可以不断的重复再重复。而最后说第8到第9节，我们来读，又要系在手上做记号，戴在额上做金甲，
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。好，这里讲到额头，讲到手、额头、屋门跟城门啊。好，这里讲到了4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犹太人，好，近前的犹太人，他呢手上会绑带子。他只要读完一次的经文，他就绕一个圈圈，绕的越多圈，就是他读完越多摩西五经。然后呢，他头上会一个黑黑的盒子绑起来，真的就是系在额头上面。那个盒子打开，里面还有一个摩西五经的迷你版缩小的，装在上面。然后他们家的房屋的进去的门框，好，还会做个金属的金盒，然后金轴、金卷的轴，斜斜的45度钉在门上面。然后他们如果是有自己的城门，好，也会在城门钉上一个经文。这些不是只有照字面上，在你的手上是当你许骂之后，你的手所做的事情是回应许骂。额头上面是你在照镜子，或是别人看到你，就知道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你是一个活出圣经、遵行圣经的人。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得出来你旁边的人是一个遵行圣经的人吗？好，来，现在跟你旁边说，我看你是一个遵行圣经的人，我看你是一个遵行圣经的人。有一个人，他有没有在遵照圣经，就是记在你的额头上面，好像你在照镜子一样。你有没有遵照圣经在活？在你的房屋门上，代表说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，大家都是遵照圣经在活的人。在城门上，代表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，都是以圣经的价值标准为价值观在活。我们的台湾在福音是去年庆祝福音来台160年，160年前，圣经传到了台湾，透过东印度公司、荷兰人，还有那条船上面的宣教士，在1624年的8月1号。他们在要登陆以前，在船上做了祷告，然后呢就开始在台湾。我讲到160年前，那个是160年前马雅各，他还送来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，是要把圣经能够印出来，然后把教会公报印出来。400年前1624年，荷兰人跟着东印度公司，那时候他们也把圣经也带来过台湾。所以在今天还有这个新港的地区，西拉雅族、平埔族当中，还可以找到新港文，用这个平埔族的语言的马太福音的圣经400年。台湾有上帝的话，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有400年的时间，还可以找到最老的教堂，在基隆的和平岛1626年教堂的那个地基还在土下面，还可以看得到。这比任何一间的妈祖庙，台湾现在所有的庙宇，什么开府、什么鹿耳门的什么宫啊、什么庙啊，还要早。上帝的话其实早就已经来到这个土地上面，只是在这土地上有多少的人许骂去听见上帝的话呢？在我们这个礼拜有小组的分享，在小组分享当中，你可以分享你怎么样去听神的话。在你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的时候，上帝的话怎么样进入到你的意念当中，使你一生到老都不偏离。你也可以分享在你的灵修笔记当中的甘苦啊。上礼拜牧师有参加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长就分享他的这个灵修笔记，因为他也很忙，他总是要挤出时间来写。不过现场呢，他就把他灵修笔记传给每个组员。我觉得这个 idea 很好，我觉得以后我们每次小组大家就来传一下大家的灵修笔记，互相来交换一下、欣赏一下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很孤单，你就不会觉得说都没有人陪伴。每一天你要打开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说我的组员都在写，我也在写，我的家人都在写，我也都在写。我们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面前来敬拜你，帮助我们能够尽心来爱你，用我们的 levav 思想情感，用我们的 nefesh 用我们的呼吸生命来爱你，用我们的 me'od 用我们一切的力量财富来尊荣你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使
使我们如入切木溪水，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，每一天都能够来渴慕寻求你的面，好像我们来领受那天上的玛纳一样，使我们能够领受那甜蜜饱足的滋味。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大家来祷告的是，为你的下一代儿女来祷告。你的儿女最需要的不是金钱，不是财富，不是名声，不是地位。你的儿女最需要的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。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你的孩子，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你的孩子行走在正路，使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。这是你做父母亲的责任。今天你不教你的孩子，没有人会去教你的孩子。今天你不供应你的孩子上帝的话语，他会成为属灵的难民，他会在属灵当中面黄肌瘦，因为他的 nefesh 是饥渴的，他的 nefesh 是饥饿的，因为没有听见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位父母亲，为你的孩子来祷告，因为你有责任。这也是神所说的，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不论你坐在家里，走在路上，你躺下，你起来，都要吟诵上帝的话，让你的儿女可以听见。我们一起来为父母亲来祷告，也为儿女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来为我们的家人子女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做父母的要来教养子女，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他们，使他们能够 nefesh 能够得到健壮，能够有神的话语的供应，不受到这世界上的价值观的左右和影响。主要使他们能够一生到老都不偏离，主要使他们都能够来认识你，主要使他们都能够来看见你的荣耀。谢谢爱们的主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深深的敬拜，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我的爱，一生之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。一生之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赞美你。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奔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，我真渴慕遇见你。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耶稣，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奔向你，我的耶稣，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，我真渴慕遇见你。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，一生之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
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你要听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要用心来听神的话。神要你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爱主你的神，他是独一的主。你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，要把神的话殷勤教导，你要把神的话成为你口中的诗歌来吟诵，你要用你的手活出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就在你的额头上，使你的脸能够反光照出上帝的话语。在你的家，在你的城门，在你的学校，在你的工作的地方，都要为神的话来工作来努力，因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你是神所爱的。今天的这段信息是神要给你的，值得你每一天早上、晚上来听、来行，也值得你每一天付上15分钟的时间和代价来聆听神要对你每一天所说的话。愿主帮助你，愿圣灵带领你，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，明白上帝的真理，更能够使你的一生打那美好的仗，跑进那所当跑的路，所信的道也能够来持守，让神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，并且带领你能够进入那真正的迦南美地，是那真正流奶与蜜之地。有一天你去到天上的时候，你不必担心，不用害怕，因为神都已经预备好。如同今天早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《申命记》第6章，城墙不是你建造，房屋不是你建造，葡萄园不是你栽种，牛群羊群都不是你所养的，但神都赐给你，神都帮你预备好，因为你已经堆积财宝在天上，因为你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用这3把钥匙来活出一个爱神的生命。愿神帮助你，从今天开始，1月11号，在这一年当中，2026年，上帝要赐福给你，上帝要加倍恩膏给你，要把新的酒装在你的新皮带，要让你能够披戴主耶稣，能够行走在这一年当中，使你真正的经历神的话语的带领和信实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，能够进入神的迦南美地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么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。阿们。芥菜种地气息，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细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，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恩美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恩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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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
是 amen， 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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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amen。开手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，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请安。好，也请大家可以帮忙协助，把我们的椅子能够归位。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谢谢神。